主角咧就係猶大王烏西亞。今天故事的主角是猶大王烏西亞。咁咧題目咧就係不能取代嘅信服。題目是不能取代，不能取代嘅是敬畏。嗱，我相信咧佢係好適合每一個基督徒嘅。我相信這是很適合每一個基督徒的。我哋都要去反思我哋同神嘅關係喎。我們要反思我們跟神嘅關係。究竟我哋講嘅信服啊，去到邊個層面咧？到底我們說嘅信服要到哪一個階段呢？我哋講嘅敬畏又究竟合唔合神嘅心意咧？我們手中嘅敬畏到底合不合神嘅心意呢？咁咧，我相信大家都唔知邊個係烏西亞。我相信大家不知道這個什麼。咁咧，你哋翻屋企咧就睇1到15節。你們回家就看1到15節。其實咧，呢1到15節咧係講得好精彩嘅。其實1到15節是說得很精彩的。佢16歲就做王啦。他16歲就當王。呢個人好叻嘅。這個人很大。當時形容佢咧就係話佢好強盛啊。對當時他是很強盛。嗱，有3個經文。有3個經文。嗱，佢話亞捫人給烏西亞進貢，他的名聲傳到埃及，因他甚是強盛。亞捫人給烏西亞進貢，他的名聲傳到埃及，因他甚是強盛。咦？你同我名有冇傳到埃及啊？跟我的名傳到埃及呢？有冇啊？當然沒有啦。因為我哋冇做過咩好偉大嘅事。我們好像沒有做過什麼偉大的事。你諗下當時嗰個年代係當時那個年代冇 internet 嘅喎。那時候沒有 internet。傳到埃及喎。傳到埃及了。口傳啊。是口傳。寫信傳啊。寫信傳。都傳到埃及喎。還傳到埃及這麼遠。咁所以你睇到哇，當時係真係好強盛。那時真的是很強盛。嗱，佢第15節咧好有趣嘅。他第15節是真的很有趣。佢係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機械嘅。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機器。啊，留意做咩機器啊嚇？你看做什麼機器？佢話安在城樓和閣樓上。安在城樓和角樓上。用以射箭同埋發石喎。用以射箭發石。我哋諗以前嘅打仗係點㗎？你們想以前的打仗是怎樣的呢？去射箭咯，我吉你就係咁啦。用箭、用矛、用盾。佢識整啲器械出嚟射喎。他就那個機械出來射。嗱，你要記住，以色列人唔係打仗㗎。以色列人不是打仗，係牧羊啊。他們是牧羊的。佢牧羊棒就有佢哋。牧羊棒咁有。但係要打仗咧就好水皮嘅佢哋。打仗那水平很低啦。咁佢係烏西亞嘅名聲傳到遠方。烏西亞嘅名聲傳到遠方。因為他得了非常嘅幫助。他又得了非常嘅幫助。甚是強盛。甚是強盛。又話佢好強盛喎。又說他是強盛。26節。26節我們再看。佢話他既強盛。他既強盛。就心高氣傲。就心高氣傲。以致行事邪僻。以致行事邪僻。干犯耶和華他的神，進耶和華的殿，要在香壇上燒香。干犯耶和華他的神，進耶和華的殿，要在香壇上燒香。嗱，其實喺15節我哋睇到好多嘢。在15節我們已經看到一些東西。無論佢喺進攻、防守、軍力，佢都好聰明。無論那個進攻、防守，他都很聰明。哇！打仗有好多好有用武器喎。打仗有很多很有用嘅武器。喺其他章節更加講佢興建啊、種植啊都好卓越。我們在看其他章節，看到他種植啊，其他方面都很卓越。即係話呢個人喺邊方面都好叻。就是他在各方面都很叻。我諗下，如果美國有咁嘅候選人，實做總統啦。如果在美國真係候選人就好了，當總統去了。哇！好懂得點樣發展個國家。懂得怎樣發展自己的國家。嗱，我哋睇第5節啊。我們再看第5節。嗱，我哋要做個比較。我們要做個比較。嗱，上邊咧就係我哋成日睇嘅和合本。上面我就看嘅和合本。但係下邊咧就係我哋好少睇嘅新譯本。上面我就看新譯本。但係和合本咧就冇翻得好細緻翻譯。和合本不是翻得很仔細。但係新譯本咧就翻得好細緻啊。新譯本就翻得很仔細。嗱，佢係通曉神默示。通曉神默示。佢話撒迦利亞在世嘅時候。撒迦利亞在世嘅時候。烏西亞定意尋求神。烏西亞定意尋求神。他
他尋求耶和華，他這個耶和華，神就使他亨通。神就使他亨通。嗱，其實喺原文咧就應該好似新譯本咁喎。原文就好像是譯本一樣。佢話撒迦利亞在世嘅日子，撒迦利亞在世嘅日子，就教導烏西亞敬畏神。教導烏西亞敬畏神。所以烏西亞常常尋求神。所以烏西亞常常尋求神。烏西亞尋求神嘅時候，烏西亞尋求神嘅時候，神就使他亨通。神就使他亨通。嗱，你睇唔睇到嗰個先後次序啊？有沒有看看他的先後次序呢？因為佢敬畏神，因為他敬畏神，所以佢就常常去尋求神啊。所以他就常常去尋求神。但係和合本睇唔到呢個意思啊。但是在和合本看唔見。所以我哋成日都話睇聖經要睇多幾個版本。我們所以看聖經要多看幾個版本，咁你就更加明白啦。所以你就更加明白。嗱，喺過去我哋睇到，咦，原來烏西亞係好尋求神嘅人喎。我過去看到，哇，烏西亞是很尋求神嘅人。佢係一切都順利，好亨通。他一切都很順利，很亨通。因為神賜福俾佢啊嘛。因為神賜福給他。唔係因為佢有過人之處喎。不是因為他有過人的之處。你睇唔睇到呢個秘訣啊？你看到那個秘訣在哪裡？所以我哋要敬畏神、尋求神係要先做嘅。我們要敬畏神，其實要先做。嗱，跟住我哋睇第7節。我們再看第7節。我哋發覺邊個幫助佢打勝仗啊？我們看誰幫助他打勝仗呢？唔係嗰啲機器啊，不是那些機器，係神啊！是神。哇，原來係神幫助佢啊！原來是神幫助他，佢先打勝仗。而且打勝仗。嗱，咁樣唔係好好咩？這樣不是很好嗎？嗱，我依靠神，我一路亨通啊！我依靠神，我就一路亨通。我一路尋求神，咁我日子咪繼續係咁咯。我一路尋求神，我一路就是這樣很好。但係到16節咧，我們再看16節，就呢個大轉彎啦。就轉彎啦。佢既強盛就心高氣傲，他既強盛就心高氣傲，以致行事邪僻。以致行事邪僻。哇！弊家伙啦！嗱，呢個強盛咧已經去到個名詞嚟㗎啦。呢個強盛已經到了一個名詞啦。嗱，之前嗰兩個咧係個動詞。之前嘅係動詞。即係我慢慢強盛啊！我慢慢強盛。呢個佢已經係好強盛。現在已經很強盛。但係原來呢個人強盛嗰陣時咧，我哋會驕傲嘅喎。他強盛之後，他就心高氣傲。我哋驕傲嗰陣時，我哋開始靠自己啦。他驕傲嘅時候，他就靠自己啦。嗱，我哋睇得哇，行事邪僻，咩叫行事邪僻啊？看到行事邪僻。嗱，和合本就用行事邪僻。和合本就要行事邪僻。新譯本咧就自尋毀滅。新譯本就係自尋毀滅。呂振中譯本咧就行事腐敗。呂振中嘅譯本就係行事腐敗。但係如果講原文呢個字咧，我們再看原文，係 destructive，係好破壞性。即係破壞性。嗱，即係話當你心高氣傲嘅咧，以致好破壞性喎。當你心高氣傲嘅時候，你就已經很破壞性。即係話，當你好驕傲嗰陣時咧，其實我哋係會做一啲好破壞性嘅事。當你心高氣傲嘅時候，你就會做一些破壞性嘅事出嚟。嗱，新譯本咧翻譯到好深入細緻啊！新譯本翻譯嘅真係是很心意仔細。佢話自尋毀滅啊！他說自尋毀滅。哇，好嚴重啊！呢樣嘢。真係很嚴重嘅。嗱，喺其他嘅章節啦，其他嘅書卷啦，我們再看其他嘅書卷。呢個字原文咧，佢翻譯為要害死啊、滅絕啊、毀壞喎。呢個原文就翻譯要害死啊、要毀壞、要滅絕。即係話呢個唔係講笑嘅事。這不是開玩笑嘅。咁你話，咦？佢做咩大事啊？到底他做了什麼大事呢？就好簡單啫嘛，進耶和華嘅殿，要在香壇上燒香。就是他進耶和華殿，要在那個香壇上燒香。但係佢呢個行為咧，就叫佢喺神面前咧係可以被滅絕。就成為在神面前要被毀滅嘅。點解啊？為什麼呢？因為佢干犯咗神。因為他干犯咗神。嗱，你最緊要佢係特登寫佢嘅神喎。他是特意寫他對他的神。佢犯罪得罪咗神。他犯罪，他得罪了神。嗱，可能我哋覺得，燒香啫嘛，有咁大不了啊？只不過燒個香，有什麼大不了的？嗱，但如果我哋睇民數記16章40節咧，我們再看民數記16章40節，係講明除咗亞倫嘅，即係祭司利未人之外咧，係冇人能夠近前來在耶和華面前燒香。這個祭司呢就不能夠在耶和華跟前燒香嘅。係
講緊咩咧？這裡說什麼呢？就算你係一個王，就是你一個王，你都唔可以入去燒香，你都不能夠燒香，因為神係預備咗祭司做嘅啫。這個燒香係給祭司做的。嗱，所以跟住落去嗰啲祭司點同佢講啊？跟住個祭司怎樣跟他說呢？佢話烏西啊，給耶和華燒香的不是你的事啊！佢說烏西雅啊，給耶和華燒香不是你的事，乃是亞倫子孫承接聖職祭司嘅事。是亞倫子孫承接聖職祭司的事。呢件係一件好聖潔嘅事。這是一個很聖潔的事。你出聖殿吧，你出聖殿吧，因為你犯咗罪。因為你犯了罪。你行這事，你行這事，耶和華神必不使你得榮耀。耶和華神必不得榮耀。嗱，你諗下，你站喺人烏西亞嘅心態嚟諗。啊，你想當時烏西亞的心態是怎麼樣？哇！我一個咁叻嘅王，我是這麼能幹的王，我凡事得勝喎。我凡事都得勝，我一國之君，我是一國之君，我點解唔可以啊？我真係唔識為什麼可以呢？你睇我管理國家頭頭是道，我管理國家頭頭是道。埃及人都知道我幾叻啊！埃及這麼遠人知道是我，我有咩辦唔到啊？我有什麼辦不到的呢？無論喺宗教或者政治上，我都應該係權威。無論在哪一個方面，宗教都是權威，我都應該係王。我都應該是王。嗱，我哋睇到因為佢嘅成功咧，我們看到，因為只要我們看到他的成功，就引致到佢犯罪喎。啊，這個引致他的犯罪。嗱，呢個好諷刺嘅事嚟嘅喎。就是很諷刺嘅事。嗱，咁我哋要諗一樣嘢。我們要想一想。佢以前尋求神就好得神嘅幫助嘛。佢以前尋求神，他就很得到神嘅幫助。究竟乜嘢係尋求神？什麼是尋求神呢？嗱，諗下咩嘢尋求神啊？想一想，什麼是尋求神？嗱，因為佢話佢係一個定義尋求神嘅人。他是一個定義尋求神嘅人。佢成日尋求神嘅。他每天都在尋求神。佢就係因為咁，佢事事亨通。所以他就這樣事事都是亨通。嗱，我係諗得我哋事事順利啊！我們想自己事事順利嘅時候，嗱，我哋哇做咩都係路路亨通嘅。做什麼都路路亨通。我哋會諗咩啊？我們在想什麼呢？哇！神簡直幫我扶搖直上啦！神幫我扶搖直上，係咪啊？對唔對？哇！我哋覺得哇，神好中意我，至會咁嘅啫。啊，我就覺得神很愛我，我就會這樣。係啊，真㗎。真的，是真的。但係咪淨係咁簡單呢？是不是這麼簡單呢？我諗唔係。唔對。喺烏西亞身上咧，在烏西亞身上，我哋睇到原來尋求神包括咩啊？原來尋求神嘅包括什麼呢？係謙卑尋求神嘅心意啊！是謙卑尋求神嘅心意，係絕對跟從佢嘅決定同埋指令。是絕對跟隨神嘅決定和指令。所有犯罪嘅都唔可以做。所有犯罪嘅事都不能做。呢度形容佢成功咗之後就心高氣傲啦。這也形容他成功了之後，他就心高氣傲了。咩叫心高氣傲啊？什麼叫心高氣傲呢？哇！唔單止係我幾叻喎，我唔單止我很能幹。最麻煩嘅就係、哇！我好重要啊神。最麻煩就說我很重要啊神。你同你嘅話，只不過係幫我成功嘅。你跟你嘅話，只不過是幫我成功。已經學識唔再尊重神嘅話語。他就不學得不尊重神嘅話語。其實好多嘢咧，神話唔得。其實很多事神都不行。唔係因為哇神你咁霸道喎。不是說神你這麼霸道。係因為係犯罪啊。是因為是犯罪。嗱，我哋舉個例。我們再舉個例子。神會話：哇，乜你敬拜坐喺度啊？你哋。啊，有人說：你敬拜就坐在這裡。哇！你哋跪喺度嘛？你應該跪在這裡。神冇喎。神沒有這樣說。神話敬拜係咩啊？用咩啊？神敬拜用什麼？用心靈同誠實啊嘛。用心靈同誠實。嗱，所以我哋要知道神唔係一個霸道嘅神。我們覺得就是我知道神不是一個霸道嘅神。但係佢係要我哋避開，唔好走去故意犯罪啊！他要說我們要避開，不要故意犯罪。烏西亞就係故意犯罪啊！烏西亞就是故意犯罪。我係要我去燒香啦！我就喜歡我就去燒香。我有咩做唔到啊？我有什麼可以不能做的？嗱，我哋諗下我哋人生啊！我們想想我們自己的人生。當我哋成功，哇！我哋賺到好多錢嘅時候咧，當我們成功啦，賺很多錢嘅時候，我哋第一樣諗咩啊？第一樣想什麼？梗係讚下自己先啦！我咁叻喎。我
自己這麼能幹啊！哇，我幾聰明！我真的好聰明。你睇下我為我人生預備得幾好。我的人生我預備得很好。係咪好多時我哋都會咁啊？有很多時很多時候我們都這樣想。我哋幾時記得哇？我要感恩啊！我要獻上我嘅禮物啊！你會想到去感恩去獻上你的禮物嗎？我哋唔會即刻記得嘅。我們不會記得。我哋會即刻記得嘅係咩啊？我們記得什麼呢？買啲嘢獎勵下自己先。買一些東西獎勵自己。哇！我請下人食飯先。啊！我請人家吃飯啊，享受一下。如果你話哇，你更加豐盛嘅，你話哇係時候換屋啦。你話再多豐盛嘅時候，哎呀，我就換個大房子。你諗下係咪？你想一想，對不對？哇！我車咁舊換車啦。哦，我還要換一個好的車。嗱，我哋睇下烏西雅。我們再看看烏西雅。佢係王，佢冇咩需要啦。他是王，好像沒有什麼需要了。乜都有啦。什麼都有。但係佢中意咩啊？他喜歡什麼呢？權力同埋榮耀。他就喜歡他的權力。嗱，其實你頭先記得嗰啲眾祭司嗰81個嚇？你睇可能眾祭司。佢點同烏西雅講啊？他怎樣跟烏西雅說？嗱，好有趣喎呢句説話。我哋看很有趣，這樣說。佢話：你行這事，你行這事，耶和華神必不使你得榮耀。耶和華會俾你榮耀。我心諗，唔係神得榮耀嘅咩？我想，不是神得榮耀嘅嗎？但係神睇到佢入邊，你想得榮耀啊嘛。神看到他裏邊理想的榮耀嗎？但係你咁做，你就係得唔到。你這樣做，你就得不到。你諗下，佢係個王。想想他是一個王。我入去聖殿，我梗係可以入去啦。我進去聖殿，我當然可以進去啦。但係規定就係你唔可以燒香獻祭。規定不能可以燒香嘅。嗱，佢就過咗嗰條線。他就過了這條界線。嗱，弟兄姊妹，我哋有好多嘢我哋都想要嘅。弟兄姊妹，我們心中有很多事都想要。嗱，諗下嚇，即刻你知道我想要乜嘢啊？你要想一想，我現在想要什麼呢？但係無論我哋喺順境或者逆境嘅時候，無論我們在順境和逆境嘅時候，都唔能夠越過神嗰條界線。都不能越過神嘅界線。神話唔得就唔得。神說不行就不行。神話犯罪就犯罪。神說是犯罪就犯罪。唔可以因為冇人睇到而唔係犯罪喎。不要說沒人看見就不是犯罪。記唔記得大衛啊？記唔記得大衛？大衛都覺得冇人知啫。大衛就覺得，哎呀，沒人知道嘛。咁就當冇事咯。就當沒事啦。但神唔係咁睇嘅。神不是這樣看。神話人睇唔到，我睇到啊嘛。神說不看見，我看見。可能喺呢一刻我哋哇，我哋好好，我哋覺得我好幸福，神好愛我。我覺得我很幸福，神很愛我。甚至乎我哋會話用個恩寵呢個字嚟形容啊。有恩寵啊！有陣時我哋信耶穌，真係我哋覺得哇好幸福啊！我們信耶穌真的很幸福啊！但我哋有冇諗過啊？我們也沒有想過喺呢個咁幸福嘅關係當中，在這麼幸福的關係當中，神到底要乜嘢？神到底要什麼呢？唔好淨係成日問我哋要乜嘢。我哋成日問我們要什麼？神要乜嘢啊？神要什麼？嗱，驟眼睇嚟咧，燒香唔係咩大事啫，係好事添啦。就這樣看看，哎，燒香都不是什麼大事，是好事嘛。但神話唔係王去做。神說不是王去做，係祭司去做。就是祭司做的事。嗱，當我哋唔聽神話嘅時候咧，當我們不聽神說的話的時候，就係叫越界啦，越線啊。這就叫越線啦。就係得罪神喎。就是得罪神啊！呢個就話干犯神。就是干犯神啊！嗱，個後果唔係我哋希望能夠承擔到嘅喎。我這個後果是我們是可以承擔的。嗱，我哋翻返去而家呢個社會。我們回來，我們現在這個社會。嗱，基督徒梗係認為啊，多侍奉梗好啦。基督徒認為啊，我們多的侍奉就好啦。必蒙神嘅喜悅啊嘛。必蒙神的喜悅。但我要記住。當然我們要記。侍奉多係好。侍奉多是好。真係好㗎。真的是好的。但係你係咪按神嘅心意去做？但是你想一想，是不是按神的心意呢？你係咪去討好自己啊？定係你歸榮耀俾神？你會討好自己呢，還是把榮耀歸給神呢？我哋有冇越位啊？有沒有越位呢？我哋嘅侍奉有冇榮耀神啊？你嘅侍奉有沒有榮耀神呢？有冇諗過侍奉應該係點㗎？
你想一想，侍奉應該怎麼樣呢？第一，聽神吩咐啊嘛。第一要聽神的吩咐。第二，有聖靈嘅感動啦。有聖靈嘅感動。咩叫聖靈感動啊？什麼是聖靈嘅感動？你見到哇，嗰度好大嘅缺乏啊！你看到啊，那邊很多缺乏。哇！我一定要幫手。我一定要幫忙。呢啲感動唔係個個都有。這些感動不是每個人都有。好多人即係冇咪冇咯，由佢咯。沒有就沒有了，算了吧。缺乏咪缺乏啦，你咁多做咩啊？缺乏就算了吧。同埋我哋睇到有實際嘅需要。我們要看到實際嘅需要。更重要嘅係按住我哋嘅恩賜去做。更重要就看着我們的恩賜去做。嗱，大家都知道，主任計數係好水皮嘅。大家知道，這個主任不會算賬嘅。加減數已經係盡晒㗎啦，好叻㗎啦。他以為做加減就可以了。你叫我做教會財政就大件事啦。你叫我當那個教會的財政就完蛋啦。唔單止計數計到亂晒大啦。算得亂七八糟。我諗你哋做一日就炒我魷魚。因為我冇呢方面嘅恩賜啊嘛。因為他沒有這方面的恩賜。你都唔係話，我中意去做我就做。不是說我喜歡去做就可以做。嗱，其實好多人都好中意管錢㗎。我覺得很多人都喜歡去管錢。但係你冇嗰個恩賜去管錢就得㗎。但是你沒有這個恩賜去管錢呢？如果冇就唔好咯。如果沒有你就不好。因為一切嘅侍奉。因為一切嘅侍奉。唔係榮耀自己啊。不是榮耀自己。係榮耀神啊。是榮耀神。我哋千祈唔好求，哇！人哋要讚我。千萬不要啊！要人家來稱讚我。如果你求，你會好痛苦。不要這求，真的是很痛苦的。因為你發覺，咦？點解今日主任冇讚我嘅？你發現，哎呀，主任今天也沒有稱讚我。佢上個禮拜有喎。他上個禮拜有啊。點解呢個禮拜冇啊？為什麼這個禮拜沒有呢？係咪我做得唔好咧？是不是我哪裡做得不好呢？嗱，如果你係咁樣諗咧，如果你是這樣想呢，你真係好痛苦啊！真的是很痛苦。你諗下係咪？你想想對唔對？嗱，我哋係神賜俾我哋有能力有恩賜。神賜給我們有能力有恩賜。俾我哋將事情做得好好嘅。讓我們把事情做得好好的。我哋係要開心。我們要開心。但係唔好沾沾自喜。不要沾沾自喜。我哋嘅開心係因為我哋感恩啊。因為我們開心，因為我們有感恩。因為哇，我哋要謙卑，因為神竟然用我哋啊。要謙卑，原來神在用我們。我好細個都有呢個概念。我很早就有這個概念。即係我要多謝我喺香港翻嗰啲教會嗰啲傳道人同牧師啦。謝謝我在當年在香港那些牧師跟傳道人。好細個搞個概念。很早就教我一個概念。你為神倒垃圾都係個榮耀。你為神倒那個垃圾都是你的。你做最低賤嘅工作都係一個極大嘅榮耀。你做最低賤嘅工作，也是你的極大的榮耀。因為你係服侍神。因為你是侍奉神。哇！神竟然用咁卑微嘅人去服侍佢。你話神啊，就卑微嘅人侍奉他。你諗下係咪？你想一想，對唔對？所以我哋要珍惜侍奉嘅機會。所以我們要珍惜侍奉嘅機會。因為我哋發現一樣咩啊？我發現什麼？我哋嘅一切。我們的一切。包括我哋嘅身體。包括我們的身體。我哋健康。我們的健康。我哋嘅時間。我們的時間。我哋機會。我們的機會。全部都係神俾。全部都是神給的。你諗下係咪？你想一想，對唔對？冇一樣唔係。你想一想，沒有一樣不是。因為諗下啊，咁啊神要我哋侍奉嚟做咩咧？佢咩都有。我就想，神要我為什麼要我侍奉呢？他什麼都有。神要我哋喺侍奉當中成長啊！原來是神要我們喺侍奉當中要成長。有冇諗過啊？喺侍奉當中成長啊？有冇想過在侍奉當中要成長？係要我哋去榮耀神啊！要我哋要榮耀神。攞去諗下。我們想一想。如果烏西亞一世都依靠神，你想一想，如果烏西亞一輩子都依靠神，哇！佢個生命真係好到不得了。哇！他的生命真的是很好，很好，很不得了。但係弊家伙佢驕傲。後來他真的是完蛋了，他驕傲。哇！自我主張咯喎。自我主張。神就話你要患大麻風，直至到你死嗰日。對，他患大麻風，直到他要死去。哇！好可怕喎！你諗下。你想一想，真的是很可怕。你知唔知個可怕喺邊啊？你知道可怕在哪裡？患大麻風，患1-2個禮拜死咗唔可怕喎。患大麻風，患2個禮拜如果死了，真的不可怕。患大麻風患到你死為止就可怕。患到他死為止，很漫長。其實呢個懲罰係好重嘅。這個懲罰是很重的。
嗱，我哋睇第二點，我發覺哇好精彩啊呢度。我們再看第二點。嗱，佢係祭司亞撒利亞率領耶和華勇敢嘅祭司80人跟隨他進去。祭司亞撒利亞率領耶和華勇敢嘅祭司80人跟隨他進去。有冇人話過你勇敢啊？有人說他勇敢。啊？沒有。有冇？冇嘅，冇人話你勇敢嘅。我幫人捉老鼠，冇人話我勇敢啊？係嘛？你去抓老鼠。你乜唔勇敢啫？打去曱甴捉老鼠。好奇怪喎！佢用勇敢去形容祭司喎。其實勇敢呢個字喺聖經咧，通常係形容士兵啊打仗嘅。就係有氣有力啊，有能力嘅人啊。但係我哋知道祭司係唔攞槍啊矛去打仗㗎嘛。祭司可能有刀。但係嗰個刀咧係嚟宰牛嘅啫。就唔係愛嚟對付人嘅。咁我哋諗下嗰個81人啊，咁個勇敢喺邊度咧？諗下喎。勇敢就係佢唔係因為王取締咗祭司獻祭而阻止王喎。就係因為佢忠於神嘅話。因為他是忠於神嘅話。哇！你而家阻止個王獻祭喎。阻止王係獻祭。有機會係咩啊？有什麼機會？殺頭。有機會殺頭㗎。有機會殺頭。哇！國家咁興盛，我殺咗你80個，可能我仲有800個。國家咁殺了80個，還有另外800個。佢哋有膽量阻止烏西亞獻上祭。佢直接指出佢嘅錯喎。他指出那個王嘅錯。跟住佢講咗一句：因為你犯了罪。因為他說了，因為你犯了罪。哇！呢句説話我哋有陣時都唔夠膽講喎。因為我們真的不敢說，就是王。嗱，例如啊，哇！你明知嗰個人喺度騙政府喎。你明知有一個人在騙政府。你夠唔夠膽行埋去講？你犯罪。你沒有膽量去跟他說。小姐話夠膽。你姐說，膽量去說。嗰陣時咧，我哋都唔夠膽啊。唔夠膽。我覺得哎呀，呢啲係佢嘅私事嚟，咁啊邊度夠膽講啊？這是他的私事，算了嘛。呢81個祭司，哇，好勇敢喎！這81個祭司真係很勇敢。因為神話唔得就唔得。因為神說不行就不行。嗱，呢個好有趣㗎。佢話佢阻攔約西亞。真係很有趣，佢阻攔約西亞。冇人喐啊！真係食咗佢。唔知啊，因為呢個係 sensor 嘅燈，可能燒咗。唔好理佢。OK。嗱，你諗下之前佢係話佢阻攔㗎嘛？嗱，你係講緊81人阻攔1人喎。我哋諗個阻攔係點阻攔啊？81個人圍住你。哇！81個人圍住你。點會阻攔唔到啊？唔係，個圖畫唔係咁樣啊。因為阻攔呢個字咧，喺聖經用唔同嘅字嘅。呢個阻攔唔係話我81個就嗰個人牆擋住你啊。而係我話俾你聽，你係錯。你諗下，如果81個祭司圍住個王，唔準佢去獻祭。你要韞住佢㗎喎。你圍佢幾耐啊？但係如果81個人繼續圍住個王咧，就叫做叛變㗎啦喎。即係唔係話唔俾你去獻祭咁簡單啊？佢哋冇咁做到。佢哋只係緊守崗位。
直接話俾你聽，你犯罪，你做錯。就直接告訴他，你犯罪，你做錯。因為佢哋好清楚一件事。因為他很清楚一件事。審判官係神自己。審判官是神自己。我哋只不過係講出個錯處。我們只不過是告訴他的錯在哪裡。嗱，呢個俾我哋一個好嘅提醒。就是給我們這個好好的提醒。聖經話你同我係鹽同光嘛。聖經說你是鹽跟光。即係話我哋要將對錯呢件事情講得好清楚㗎。對錯這件事說得很清楚。最後審判人嗰個唔係我哋，係神自己啊。最後審判的是神自己，不是我們自己。嗱，我哋中國人咧好怕事啊。中國人真的很怕事。我哋喺呢個邪惡嘅世代咧。我們在這個邪惡的時代。我哋淪落到個咩地步啊？我們淪落到什麼地步呢？我冇意見㗎，我唔知道，我冇立場嘅。我不知道啦，我沒意見啦，我沒有立場的啦。哎呀，你唔好問我啦。你不要問我啦。因為我哋唔敢有立場啊。因為我們不敢有立場。咁哇！你話主任有立場，可能好多爭拗喎。主任啊，有立場很多嚇爭拗。我哋成日都要講和諧啊嘛。我們就說和諧。所以我哋要求嘅係咩啊？我們要求什麼呢？求神俾我哋智慧啊！神給我們智慧。我哋點樣去表達我哋所信嘅？我們怎樣去表達我們所信的？我哋要回答柔和。我們要回答柔和。唔係爭辯。不是爭辯。嗱，你睇嗰81個祭司冇同王爭辯嘅。你看那81個祭，他根本沒有跟那個王去爭辯。佢就將事實講出嚟。就是把事實說出來。你犯罪。你犯罪。你唔好入去獻祭。你不可以去獻祭。嗱，最精彩嘅就係跟住19節。我們再看第10節。哇！烏西雅就發嬲啦。烏西雅就發怒。佢手攞住個香爐，我係要燒啊！我拿住他手拿着香爐都要燒他。嗱，佢好嬲嗰啲祭司阻止佢。他很對個祭司發怒。但係就喺佢發嬲嘅時候，就是他發怒嘅時候，神出手。神就出手啦。神喺佢個額上咩啊？神在他的額頭上。哇！長大麻風啊！長出一個大麻風。嗱，神好有趣啊！神真的是很有趣。佢唔喺佢嘅腳，唔喺佢嘅身生大麻風先。你不要他在腳上，在身上長。係喺一個個人都睇到個位啊！就是每個人都看到嘅位置。神話即刻你發火啊嘛，即刻生大麻風。發怒啊嚇，就馬上俾你個大麻風。嗱，喺嗰一刻咧，我哋睇唔到烏西雅覺得自己做錯喎。我這一刻還沒有看到烏西雅，覺得他是做錯了。冇睇到佢話悔改喎。我也覺得他要悔改。我哋都知道審判係嚟自神。我們知道審判都是來自神。嗱，呢個就係歷代志上下一個重點。這是歷代志上下一個重點。神只係嗰個真正嘅王啊！神才是真正的王。嗱，我哋記得好清楚。我們記得很清楚。聖經講皇位係神所賜噶嘛？聖經說，這個王位是神所賜。就算祭司做得啱，就是祭司做得對，佢都唔係王喎。他都不是王。係咪啊？諗清楚喎，每個人有唔同嘅崗位。每一個人有不同嘅崗位。嗱，當我哋揾到人錯處啊，發現人哋做錯嘢嘅時候，要做錯事嘅時候，有陣時我哋都覺得哇，我幾正直，我幾聖潔啊！我會覺得哇，很聖潔，我很正直。錯，大交叉錯。真的錯。我哋揾到人做錯事，我們找到一個人做錯事，我哋都唔會變得聖潔嘅。我們都不會變得聖潔。睇唔睇到嗰個分別啊？看唔看到這個分別呢？唔係因為我比較個好差嘅，咁所以我就聖潔啦。不是他比我差，我就聖潔啦。聖潔係睇我哋有冇跟隨神嘅話語而行啊！聖潔是對的，我們有沒有看到我們跟隨神的話而走？所以我哋點算啊？我們怎樣呢？個個都好似水手救水兵咁啊！大家跑到嚇，很靈用。我哋咪求神憐憫咯。我們就神憐憫嘛。因為我哋全部都係罪人啊！因為我們全部都是罪人。神係創造天地萬物嗰個王啊嘛！神是創造天地萬物嘅。一切榮耀頌讚係歸俾佢噶嘛！一切榮耀，所有佢係都歸他。配得我哋信服同埋敬畏。佢就覺得我們信服敬畏。嗱，第三我哋知道神嘅管教咧係一生嘅提醒。我們知道神的管教是一生的提醒。嗱，我哋諗下患大麻風病嘅後果係咩啊？患大麻風嘅後果是什麼？大家有冇見過患大麻風嘅人？有沒有見過患大麻風嘅人？好可怕㗎！真的是很可怕。我細個
即係你細個香港仲有好多乞兒嘅。主要小時候看到香港很多那個乞丐。點解我成日見到嗰啲咧，嗰啲患咗麻風病嗰啲乞兒啊？係看到一啲患麻風病嘅乞丐。咁我細個咧，我好中意望嘅喎，即係唔知點解我夠膽望。小時候我真係有膽量去看他們。後來我知道咧，原來患大麻風嘅人咧會慢慢啲關節會甩㗎。我就看到哇，他們那個手的關節。所以如果你腳膝頭哥患大麻風咧，你係好圓滑嘅個膝頭哥嗰個位。如果你手指那個關節啊，會很圓滑的。你手指患大麻風咧，呢啲位好圓滑咁嘅。你手指嚇患大麻風，它好像很圓滑的。你個樣扭曲晒。他的樣子全部是扭曲。你被藐視，被隔絕。被藐視，被隔絕。但係最嚴重係咩啊？真正嚴重是什麼呢？因為呢個災係神降。因為這個災是神降給你的。佢係到死嗰日都有大麻風。就是他到死那天還有大麻風。咁即係咩意思啊？這什麼呢？即係冇得入邊敬拜神啊！就是沒有可以到邊裏敬拜神。其實講緊咩啊？其實說什麼呢？神話我唔使你敬拜。神說我不要你敬拜。因為你追求自己嘅榮耀嘛。因為你追求你自己的榮耀。佢失去咗親近神嘅機會。他失去了親近神的機會。最痛苦唔係生大麻風病啊！最痛苦不是他生大麻風病，係你唔可以再入聖殿敬拜啊！你是不可以進神殿去敬拜。因為患大麻風嘅人係唔可以入聖殿嘅。因為患大麻風嘅人是不可以到聖殿裏去的。咦？似唔似夏娃同埋亞當被趕出伊甸園啊？就是像不像那個亞當跟夏娃去趕出伊甸園那一樣那一幕？就係同神隔絕。就是跟神。神繼續幫佢哋。神繼續幫他。但係已經唔再喺伊甸園嗰個樂園入邊。不在那個伊甸園那個樂園裡面。佢嘅悲劇係咩啊？他的悲劇是什麼？哇！佢尋求嘅時候，哇！佢興建嘅國家、裝備、軍隊，樣樣都整得好好啊！哇！他那時候興建嘅國家、裝備，樣樣都很好。佢係促進經濟添啊！佢係促進他的經濟。但犯罪之後呢？犯罪之後呢？最痛苦係咩啊？最痛苦係什麼？神冇攞走佢個皇位喎。神沒有把他的皇位拿走。但係攞走同神親近嘅機會。拿走了他跟神親近嘅機會。我哋諗下，你係一個患大麻風嘅人。你想，患大麻風。服侍你嗰啲人點睇你啊？侍候你那些人點樣看？哇！當時係人都知道神降大麻風俾罪人啦。當人都知道神降大麻風降到那個。比你冇得做王更痛苦啊！比你沒得做王更加痛苦。佢仍然俾你繼續做王。他應該讓你繼續當你的王。但係你生大麻風。但是你長了那個大麻風。係人都知你係罪人。人都知道都是罪人，你是罪人。呢個懲罰痛唔痛苦啊？這個懲罰痛苦嗎？好痛苦。真的是很痛苦。咁我哋問自己啦。這樣我們要問自己啦。究竟我想做王啊，定係我想親近神啊？究竟我當王，還是要親近神呢？我想要神俾我嘅禮物呢，但係我想要神呢？我神給我的禮物，還是我想要神呢？我哋睇到烏西亞揀咗咩啊？我們看烏西亞揀選了什麼？佢揀咗神嘅禮物。他揀選了神的禮物。佢冇揀神。他沒有揀選神。因為佢咩都有嗰陣時，佢驕傲啦。因為他什麼都有的時候，他就驕傲起來了。佢忘記咗神。他忘記了神啦。嗱，我哋要知道神有慈愛同有赦罪之恩嘅。神有慈愛，有赦罪的恩。但唔代表犯罪冇後果喎。不代表你犯罪之後沒有後果。記住犯罪，神係會懲罰嘅喎。如果犯罪，神就會懲罰的。我哋記住神懲罰人，而唔係要毀滅一個人啊。神要懲罰人，不是要毀滅他，係要人終生記得。要你終生的記得。記得為咩啊？記得什麼？敬畏佢。敬畏他。信服佢。信服他。好簡單咯。很簡單嘛。我哋諗下大衛。我們想一想大衛。犯奸淫。犯奸淫。個仔死咗啦。仔死咗啦。以為冇事咯喎，因為神赦罪啦嘛。以為沒事啦，神赦罪。佢一世刀劍冇離開佢個家。他一直刀劍都沒有離開他的家。
好可怕。真的是很可怕。哇！你犯罪啫，乜你害咗你嘅仔仔女女啊？犯罪人哋話你㗎啦嚇，你信都黑人。摩西咧？神啊摩西啊！神好中意摩西嘅喎。神很喜歡摩西。但係摩西冇得入迦南。但是摩西不能進到迦南去。係咪啊？你想對不對？冇得入迦南。沒有去迦南。烏西亞咧？烏西亞怎麼樣呢？哇！猶大王。他是猶大的王。乜嘢都有。什麼都有。但係你同聖殿隔絕。他一生都要與聖殿隔絕。呢啲就係罪帶嚟嘅後果。這就是罪而帶來的後果啦。如果我哋係烏西亞，如果我們是烏西亞，我哋點算啊？辦好呢？其實人好容易跌入呢個驕傲陷阱啊。其實很容易讓我們陷到這個驕傲的陷阱裡去。我哋大家都知道烏西亞係個好叻嘅人啊。大家都知道烏西亞是一個很能幹的人。但係佢最後冇擺神喺第一位。最後他沒有把神放在第一位。冇信服，冇敬畏。沒有信服，沒有敬畏。我中意做咩咪做咩啦。我喜歡幹嘛就幹嘛。我係王啊！我是王。將自己擺咗喺首位。把自己放在第一位。結果係一世要承受嗰後果啊！結果他一生都要承受那個後果。所以聖經話神是輕慢不得就咁解啊！所以聖經說神就是輕慢不得的。我哋要記住，無論我哋嘅過去有幾成功，或者我哋幾忠心啊！我們要記得，我們過去有多少成功，我現在要有多少是忠心侍奉神。過去唔可以代替而家。過去不能代替現在。唔可以代替我哋而家每日嘅信服同埋敬畏啊！不能代替我們現在每天的信服和敬畏。你唔好同我講。不要跟我說。後生嗰陣時候啊，我喺教會都唔知做幾多嘢啊！年輕嘅時候我在教會做很多很多的事。不過而家教會都唔返啦。現在教會我都不想回家。我有一次我問軒師母。有一次我問軒師母。我哋咁奇怪嘅，有啲人老咗唔返教會嘅。好奇怪呢，年紀大了就不想回教會。我去讀過神學嘅喎。讀過神學。嗱，呢個概念我好難明白。真的這個概念我很難明白。你可以為神去讀神學，但係你老咗唔返教會。你當年年輕嘅時候，你為神去念神學，但是年紀大了，你就不回教會。阿軒師母好有經驗。軒師母就很有經驗。佢話每一個人讀神學都有唔同嘅原因㗎。每個人嘅念神學都有不同嘅原因。唔係一定為咗愛神去讀神學㗎，嗰個年代啊，佢話。那個年代不是一定是為神愛神才去念神學的。我話嚇。咁辛苦嘅事都會去做。這麼辛苦嘅事還去幹去做。所以我哋記得過去抹晒佢。過去把它全部抹掉。無論幾成功咁幾失敗。無論你成功好，失敗也好。無論人哋話你乜嘢。無論人家怎樣說你。我好中意詩篇嗰句。我很喜歡詩篇有一句話。每一日都是新的。每一天都是新的。呢個就係我哋嘅盼望啊嘛。這就是我們的盼望啊。每朝起身照下自己嘅樣。照鏡子。未死喎。我還活着。即係仲有機會啦。我還有機會。仲有機會服侍神啦。還有機會去侍奉神。好好珍惜。好好珍惜。係咪啊？望到個鏡話，哇！今日仲幾好喎。照鏡子看，我還很好啊。你唔好望個鏡同自己講，哎呀，咁多皺紋嘅。不要看着鏡子，哎呀，這皺紋又出來啊。神要你睇到嘅係你嘅入邊啊，唔係你嘅外邊啊。神要看的是你的裡面，不是你的外面。所以，哇！一照鏡感謝神。照鏡子上樣感謝神。咁你嗰日就好有盼望。你那天就很有盼望。因為神與你同行啊嘛。因為神與你同行。弟兄姊妹，我哋要珍惜同神親近嘅時間。我們要珍惜每一天跟神親近嘅時間。我哋要珍惜敬拜返教會。我們要珍惜回教會敬拜。我哋凡事感恩啊！我們凡事要感恩。我最記得係 Queen 帶我去療養院探人。我記得 Queen 帶我去療養院探望。好耐冇帶我去啦。他那時候沒有帶我去啦。我記得我遇到一個婆婆。那時候我遇到一個老太太。叫我去買燒鴨嗰個。叫我買烤鴨。跟住我話乜原來你都住喺度咁耐㗎啦。我想，哎呀，你記得這麼長時間，住在這麼長時間。原來你咁耐冇返過教會㗎啦。你這麼長很多年沒有回教會啦。
你以為你住咗療養院可以自由出入嗎？因為你住在那個養老院，你可以住到自由出。就係決定送你去療養院嗰個人點簽字啦。就看那個送你去養老院，怎樣去簽那個。如果簽字嗰個人咧話冇人可以帶你出去咧，那他簽上去不能帶你出去的時候，咁你就冇得出去㗎啦。你就不能出去了。呢個係事實。這是事實。所以如果我哋住療養院啊，第有一日，因為我們有一天如果要住養老院的時候，一定要同送我哋去療養院嗰個人講。一定要跟他送你去養老院那個人說。喂，我啲朋友帶我出去咧，你要俾佢帶我出去喎。如果我有朋友要帶我出去，你要讓我出去。如果唔係，我哋一世喺呢度嘅。不是，我就一輩子就在這邊啦。哇！佢話我好多年冇去過教會啦。他說我很多年沒有去教會了。我相信可能我牧師都唔記得咗佢。我相信那個牧師都可能忘了他了。因為太耐啦。因為很久很久了。當我哋病嗰時，我哋唔嚟得㗎嘛。生病的時候就不能去了嘛。係咪啊？我哋病嗰時，我哋又唔嚟得敬拜。病的時候又不能來到敬拜。我哋到有一日好老嗰陣時，當我們真的是很老的時候，我哋記得都繼續嚟敬拜啊！要記得來敬拜。我喺度諗，疫情我哋喺屋企幾多年啊？我在想，疫情就3年啦，在家裡多少年？哇！如果再嚟第二個高度傳染性嘅病，如果再來一個高度傳染性嘅病，又冇得敬拜。又沒得可以敬拜。我哋想唔想啊？我們想不想？唔想，唔制添啦！你當然不想。肯定話唔得啊！我要翻去敬拜啊！我要回來敬拜。所以我哋知道，哇！我哋失去過，我就知道，哇！原來可以敬拜係咁幸福嘅。原來我們敬拜是這麼幸福的。所以我哋珍惜今日。所以我們要珍惜今天。唔好隨便放棄敬拜嘅機會。不要隨便放棄敬拜的機會。唔好隨便放棄與神親近嘅機會。不要隨便放棄與神嘅機會，敬拜神嘅機會。瞓覺就翻屋企。睡覺回家。唔好喺教會瞓覺。不要在這裡睡覺。係嘛？禮拜六早啲瞓啦。星期六晚上早點睡嘛。嗱，你諗我好中意阿少姐講嗰句説話。我很中意 Amy 姐姐說。嗱，佢領會到，我唔知你哋領唔領會到。他領會到，你們不知道領會到，他說什麼？佢話：梗係翻嚟敬拜啦。當然就回來敬拜啦。因為敬拜就係神賜福嘅時候啊嘛。就是敬拜就是神賜福嘅時候。你睇唔體會到呢句説話？你聽唔聽得懂這句話？烏西亞體會唔到。這個烏西亞就體會不到。佢就係想要神俾佢嘅嘢咧。他就想要神給他的東西。所以我哋求神幫助我哋。我哋要求神幫助我們。我哋喺小事上忠心。我們在小事忠心。我哋喺大事上都忠心。我們在大事上也要忠心。我哋要全心敬拜。我們要全心敬拜。我哋要信服神嘅話。我們要信服神嘅話。我哋要重新搞我哋嘅優先次序。我們要重新把這個次序搞正。究竟煮飯緊要啊，定係返教會緊要咧？做飯重要還是比教會重要呢？究竟洗衫緊要啊，定返教會緊要咧？做家事嗎？還是比教會重要呢？我願我哋每一個人睇到我哋自己係微小。我們願每個人看到自己很微小。顯神為大。神偉大。我哋一齊祈禱。我們一起禱告。即係我主要我哋唔希望我哋好似烏西亞咁。而且我們不希望我們好像烏西亞一樣。我哋唔希望，因為我哋日子好嘅時候，我哋就驕傲。我們不要，我們日子過得好嘅時候就驕傲。我哋就唔再理你講嘅説話。我們不在意你說的話。我哋以為自己好叻。我們以為自己很能幹。主啊，求你一世都俾我哋呢度每一個人有謙卑嘅心。一輩子都要每個人都有個謙卑嘅心。我哋謙卑，因為我哋係要仰望你。我們謙卑是因為我們要仰望。求神，你俾我哋都有親近你嘅機會。多嘅親近你。想念你嘅話語。想念你嘅話語。常常感恩。常常感恩。常常有盼望。常常有盼望。叫我哋生活有力。叫我生活有力。我哋活喺呢個邪惡嘅世代。我活在這個邪惡嘅世界。我哋更加要盡心去服侍你。我們要盡情去服侍你。因為我哋知道天國近了。我們知道天國近了。我哋要趕緊去傳福音。我們趕緊快快去傳福音。我哋要用盡一切嘅方法。我
我們用盡一切嘅方法，將神你嘅美好傳揚出去。讓神你嘅美好傳揚出來。主啊，幫助我哋，主要幫助我們，唔好俾我哋氣餒。不要讓我們氣餒。我哋唔介意人哋點樣講我哋，我們不介意什麼別人說什麼，但係我哋介意神你點睇我哋。我們介意神怎樣看我。主啊，幫助我哋，主要幫助我，教我哋做一個基督嘅精兵，做一個基督嘅精兵，唔好做一個基督嘅逃兵。不要做一個基督嘅逃兵。主啊，多謝你，我要謝謝你，俾我哋咁好嘅敬拜。給我們這好的敬拜。我哋咁嘅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。我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名求。阿門。